我是乐乐，做伙来佚佗。你好，塞车来了，爱谢你哦。有拄可需要便当、点心、饮料吧？我闻到香味啊！便当，进来！你是好评师呢。康康，你敢想好要食什么口味的便当啊？我敢口味哦。你好，阮要买便当。好，请问要爱什么口味的？阮有鸡肉、猪肉甲素食便当。要安怎？看到拢真好食。安尼，咱食鸡肉甲猪肉好无？好。你好，阮想要鸡肉甲猪肉便当。无问题，安尼是鸡肉甲猪肉两个便当，拢总220块。请问要安怎付钱呢？会当用信用卡、现金，还是悠游卡？悠游卡，多谢。好，多谢你。我要开始食咯。等下啦，食饭之前爱先洗手。对吼，不过高铁内底要去倒位洗手哈？车顶有便所无？咱来去找看卖。稍等呢，乐乐、康康，恁感觉便所会伫倒位呢？迄边。看标示就知。看标示。恁看哦，每一个座位的椅体拢有打车厢服务介绍的图。咱即马坐伫7号车厢，所以是中白色的数字。伫遮，这是便所的符号对无？有查甫的甲查某的。康康真厉害哦！无啦。恁看，便所的位置伫咧第1、第3、第5、第7、第9甲11节的车厢。安尼看来，咱即只车厢都有便所。奇怪，我哪会无看到？便所是伫咧2只车厢的中哦。是这边。恁敢知影？伫咧座位就会当知影便所有人咧使用无？要安怎看？紧甲阮教。有看到荧幕顶悬的男女标识无？电火有倒的时阵，代表有人咧使用。那电火一直光，一直有人咧便所，要安怎？会使去弄门啊！叩，有人伫内底无？叩，是我。高铁大发现。第1、第3、第5、第7，高铁的便所伫遮。也有第9甲12路。我洗手。这是啥物？我知影，是红鞋啊活尿珠仔的所在。甲房仔放落来，就会当活尿珠啊。嘿，手洗清气啊，咱紧倒去食饭咯。康康，我甲你讲哦，我听讲有一只车厢的座位色水特别无共款哦。就是咧，咱来去看卖咧。哇，这只椅啊，敢若较大只。你看，遐有人咧回手机啊，手机还可以当充电，足方便。我嘛想要坐遮。乐乐、康康，阿姊咧甲咱叫啊，咱紧转去。好啦。恁是走去倒位啊？阿姊，我甲你讲哦，遐椅啊设置无共呢，咱会当来遐坐无？大家来约看卖。乐乐甲康康，敢会使换座位去坐别个车厢呢？1会用的，只要有位拢会当坐；2袂用的，会坐伫车票顶面写的位。咱的车票有写座位的号码，别人的车票嘛有写座位的号码。我知影，答案是你袂用的。是安怎咧？若凊彩甲坐落来，无说你会坐到别人的位，安尼会害别人无位通坐啊。推理正确，答案就是2。高铁标准车厢需要对号入座，唔通凊彩坐到别人的位哦。恁拄则去的所在是商务车厢，甲咱买的标准车厢，除了椅仔的色水甲大小无共，遐也阁有插座甲滑头顶。唔那安尼，商务车厢的服务员阁会主动提供点心甲茶哦。哇，遐尼好哦，有点心通好食。
商务车厢是为着要让坐长途的旅客会当享受舒适甲放松的坐车体验来设立的。当然，嘛有人会利用商务车厢来办公甲处理公务哦。那呢，除了标准车厢甲商务车厢，敢还阁有别种的车厢？阁有一种车厢叫做自由座。买自由座车票的旅客入来车厢了后，会当伫自由座车厢内底找空位坐落来哦。康康，你咧笑啥？只要有位拢会当坐，听起来哪像咱定咧耍的大风吹。有影呢。高铁大发现，高铁有分标准车厢甲商务车厢，还阁有自由座车厢哦。大风吹，请甲我坐去商务车厢。你是为着果汁甲点心哦？毋过，若是要自由座，煞找无位通坐，人是要安怎？甲大风吹同款，爱落车是无？袂啦，无位通坐的人会用得用徛的啊。又毋过用徛的较足爽诶。高铁遐尼紧，徛一时啊就到啊，若无就爱等后一班啊哦。好啦，若是会当紧到位，我会使徛一下啊。徛多位拢会用的好，袂用得咯。若是买自由座的票，就敢若会使徛伫自由座的车厢内底。万一若客到无位通徛咧，人数若坐甲伤超过，就要找服务人员引导，才会使行到其他车厢哦。原来是安尼。食饱，真欢喜耶！食饱爱会记你啉一寡水，便当阿爸先放我遮。哎呀，我的水啉了啊！车顶有滴水的所在无？我来看卖咧。猜到啊，伫遮。迄敢是蛋粪素的所在？是哦。这是灭火器。这个标示看起来那行李箱咧，所以是放行李的所在。咱来看卖咧。煞便当车的阿姊无去啊？哪有可能？猜到啊，伫遮。请问恁敢是需要啥物？你伫遮做啥？这是阮放车甲休困的所在哦。原来是安尼。我阁掠准你嘛会坐伫这位咧。分列车直要到通园站，落车时阵，请会记你的行李。你要到站吗？咱先回去找阿姊。好听我阿姊再会，拜拜。多谢，拜拜。康康乐乐，高铁大发现。高铁的列车有便所，电火光光，代表有人在使用。高铁分做标准车厢、商务车厢甲自由座车厢。买自由座的旅客，敢若会使伫自由座车厢哦。车到底要到桃园啊，行李准备好势，要落车咯。后一集康康甲乐乐落车了后，又会发生什么代志咧？